呢個50平方嘅單位，佢居然係可以望海嘅喎，仲係睇住對面嘅澳門同埋葡京，係咪一種 money 嘅味道啊？一個3米嘅客廳，仲有一個咁大嘅開放式廚房，3電式嘅洗手間，呢啲冚唪唥都係幫你做好晒㗎啦。仲有一個獨立嘅主人房，唔單止係咁啊！你過嚟睇下，呢個主人房都可以俾你睇住濠江嘅景觀同埋澳門嘅景觀嘅。呢個項目呢，就係珠海十字門華發琴武新城嘅海景公寓，樓下就係華發桑都嚟㗎啦。你想要行街、想要睇戲、想要買嘢，撳個 lift 落樓就 OK 啦。總價呢，只需要120萬左右，而且佢仲係可以返租翻俾華發，每年嘅回報率呢係有3.5嘅。最主要呢，佢係住宅嚟嘅，唔係商業公寓嘅性質，天然氣直接到你屋企，可以入戶，可以搞居住證，以後你想要買醫保、將來睇醫生都係 OK 嘅。呢個120萬50平方嘅一房一廳，你哋話係咪唔錯㗎？評論區打666，我發資料俾你。